一生人，即就係幾多日子係真正為自己而活。細個要為父母爭光，大個要為家庭拼搏，老嚟要為子女操心。你每一日都喺度為別人而活，但你有沒有問過自己，你幾時先肯為自己活一次？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心頭有啲嘢被觸動到，咁請你繼續聽落去，因為今日我要講嘅嘢可能會改變你下半生。而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啱，記得嗰個訂閱掣，再得埋旁邊個鐘仔，我哋一齊修行，一齊揾返屬於自己嘅快樂。好，我哋入正題。有機構做過調查，香港近半退休人士嘅焦慮源頭，頭三甲唔係健康，唔係財政，而係同仔女關係緊張。你晚晚瞓唔着，你以為自己擔心血壓、血糖錯晒，你係俾啲仔女激到三魂唔見七魄。個女話要攞辭去搞創作，個仔話唔娶老婆，要乜鬼不分主義。你聽到即刻好似世界末日咁，喊苦喊忽，覺得自己好失敗。但我要話俾你知，你失敗在太過成功。你成功將個仔女變成你嘅扯線公仔，佢喐一喐你就不安樂。你以為咁樣就係盡責，但我話俾你知，你錯得好離譜。點解我會咁講？你試諗下，如果你個仔女好似個嘅應聲蟲咁，你話東佢唔敢西，成世人淨係識得睇你面色做人，咁嘅人出到社會，咪就係俾人蝦、俾人呃嘅軟腳蟹。我食遍天下，見過唔少富二代老豆老母鋪好條路俾佢行，佢就真係行屍走肉咁行落去。有一日老人家兩腳一伸，佢即刻方寸大亂，唔使幾年就將嗰副身家敗清光，仲要染上毒癮賭人。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家門不幸。所以你仔女識得同你頂頸，識得背住你搞啲你認為冇前途嘅嘢，你應該斟杯靚酒賀一賀佢，因為佢仲有團火，仲有個性，仲識得為自己嘅人生負責。我識得一位伯母，佢個仔40歲，做咗銀行經理10幾年，有一日突然話要辭職去開咖啡店。伯母聽到差啲暈低，日日打電話俾我，喊話個仔黐咗線，話佢一生人心血就咁毀於一旦。我同佢講：你冷靜啲，你個仔40歲，唔係14歲，佢有晒計劃，有晒積蓄，你怕乜？佢話我驚佢失敗。我話你驚佢失敗，定係你接受唔到佢失敗？只係鄰居會失敗，之後鄰居會笑你。伯母靜咗，然後喊咗出嚟，因為佢知道我講中咗佢最唔想面對嘅嘢。我哋呢代父母太在意別人點睇自己，太習慣將仔女嘅成就等同自己嘅成就。仔女考第一，你就覺得光宗耀祖；仔女揾份好工，你就覺得終於爭返口氣。但你有冇諗過？佢哋係人，唔係你手上嘅股票基金，佢哋升跌唔應該由你嚟埋單。我再講多個真實個案，你聽。有個讀者寫信俾我，佢係一個阿媽個女，30歲單身，有一份穩定嘅工，生活得幾好。但呢位阿媽晚晚瞓唔着，因為覺得個女冇拖拍，好慘，晚晚喺度催到個女最後連電話都唔聽。佢問我點算，我話你知，你唔係關心個女，你係關心你自己嘅面子。你驚親戚朋友問你個女幾時嫁，你驚第日冇人照顧佢，你驚自己喺公園同班師奶傾偈嗰時冇嘢可以炫耀。你所有嘅焦慮歸根究底都係為自己
而唔係為佢呢句説話可能難聽。但係真話永遠都難聽。佢聽完之後靜咗好耐，然後喊住話：蔡生，你講得啱，我真係好自私。呢個就係問題核心。我哋呢代父母將養仔女當成一項投資，但投資有賺有蝕，好正常。最怕係你蝕咗之後，日日喊苦喊忽，搞到個家永無寧日。你話你對仔女好，但個仔唔孝順，你覺得自己好慘。但我問你，你對佢好係為咗換取佢孝順，定係純粹因為你想對佢好？如果前者你係做生意，如果後者你根本唔應該計較回報。呢個世界最吊詭嘅事就係，你越唔計較得到嘅，反而越多。你越去計算，失去嘅越快。我見過太多家唔和含辛茹苦，仔女長大之後，一個二個數就夾唔透。父母喊住話：我為你哋犧牲咁多，你哋點可以咁對我仔女？心裏面講，就係因為你犧牲太多，我哋先透唔到氣。呢個就係悲劇嘅根源。你嘅犧牲變成咗一座山，壓住仔女，令佢哋只想逃離真正健康嘅親子關係。唔應該建基於犧牲，而應該建基於尊重。你尊重佢係一個獨立嘅人，佢自然尊重你。你當佢係你嘅附屬品，佢只會當你係債主。我識得個後生仔。佢阿媽從來唔會問佢幾時結婚、幾時升職、每個月揾幾多。佢阿媽只係會打電話問佢最近有冇食好嘢，有冇睇到好戲，使唔使阿媽煲湯俾你。後生仔話佢每次返屋企都好開心，因為知道阿媽唔會審佢，淨係會錫佢。你話呢種相處幾咁舒服？但好多父母做唔到，因為佢哋覺得唔問唔理就係唔關心。呢個係一個天大嘅誤會。關心唔等於管理，唔等於煩。你識得喺適當時候收聲，比講100句道理更有用。你識得喺適當時候行開，比貼身24小時照顧更有價值。我見過有啲父母，仔女都30幾歲啦，仲要日日打電話問食咗飯未，沖咗涼未。仔女唔聽電話就狂留言唔覆，就衝上門。你話呢啲係愛，我話呢啲係騷擾你。問下自己，你後生時你阿媽咁對你，你受唔受得落？你一定會話唔受得。但點解你而家做緊同樣嘅事？呢個就係人性。我哋會不知不覺變成自己當年最討厭嘅嗰種。大人，你要突破呢個循環，唯一方法就係將注意力放返喺自己身上。你成日諗住個仔食飽未，不如諗下自己今晚食乜好。你成日擔心個女揾唔揾到好老公，不如擔心自己幾耐冇約朋友出街。你嘅人生唔應該係仔女嘅續集，你係主角，佢哋都係主角，各有各嘅劇本。你唔需要演好佢哋嗰套，你只需要演好自己嗰套。有次我同個後生仔傾偈，佢話最怕放假返屋企，因為一返到去，阿爸就會開始訓話，阿媽就會開始催婚。佢話佢寧願留喺公司加班，至少耳根清淨。你聽唔聽到？你日思夜想，希望個仔返屋企，但個仔竟然怕咗返屋企，問題出喺邊度？唔通係個仔唔孝，定係個屋企太令人窒息？後生仔同我講：蔡生，如果我阿爸阿媽肯好似你咁，淨係同我食飯吹水，唔問東問西，我每個星期都返去，呢句說話
我聽過無數次後生仔要嘅好簡單，就係一個唔使交數嘅空間。你俾到佢，佢自然黐你；你俾唔到佢，只會越走越遠。好多人問我，蔡生，你冇仔女，點解可以講得咁口響？我話就因為我冇仔女。人先，我成日睇得清楚你哋有仔女嘅，反而當局者迷。我係乾兒子、乾女兒一大堆，個個都當我是老友，唔係當我是長輩。因為我從來唔會問佢哋你份工穩唔穩陣，你幾時買樓，你女朋友做乜職業。我淨係會問佢哋最近有冇食到好嘢，有冇遇到有趣嘅人，有冇學到新嘢。佢哋覺得同我一齊好輕鬆，所以成日約我食飯。你話呢個係咪好諷刺？你同仔女住埋同一間屋，但佢哋唔想同你傾偈。我同乾兒子、乾女兒分開住，但佢哋日日都 message 我。關鍵唔係住唔住埋一齊，關鍵係你講乜嘢，你點樣講，你識得講人話，唔好成日講份話你就贏咗90%。呢幾年我睇得好清楚，好多父母晚年過得唔好，唔係因為冇錢，唔係因為冇仔女，而係因捨己身亡，而係因為佢哋將成副心機放喺仔女身上，忘記咗自己都需要生活。你日日喺屋企等仔女電話，等到唉聲嘆氣，仔女打嚟又淨係識得問長問短，仔女收線之後，你又覺得空虛，然後第二日又等過呢種循環同吸毒，有乜分別？你越等越依賴，越依賴越失落。你嘅快樂完全取決於仔女俾唔俾反應你。你將自己嘅情緒遙控器交咗俾人哋，開心你就開心，人哋唔傷心你就傷心。你仲話自己活咗幾十年。我成日講，一個人晚年最緊要嘅唔係仔女孝順，係自己有趣。你有趣，自然有人想接近你。你冇趣，就算仔女日日陪你，你都係悶。你試下將打電話啊、催仔女返屋企嘅時間攞去學一樣新嘢，書法又得，太極又得，煮餸又得，甚至玩手機遊戲都得。當你自己有嘢忙、有嘢學、有嘢玩，你就唔會再得閒去焦慮仔女做緊乜。而最神奇嘅係，當你唔再焦慮，仔女反而會主動揾你。因為佢哋終於唔使再驚，接到你電話就俾人審我。呢世人最憎人煩我，所以我都唔會煩人。呢個就係將心比心。你希望仔女點對你，你就先點樣對佢哋。你想佢哋尊重你，你先尊重佢哋。你想佢哋唔好干涉你，先唔好干涉佢哋。呢個道理簡單到離譜，但做起身難到爆，因為控制欲係人性，放手係修行。你而家睇緊呢條片，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啱，你今晚就可以開始做第一件事，就係當仔女返到屋企，你忍住唔好問佢食咗飯未，唔好問佢幾時結婚，你淨係同佢講返嚟啦，坐低飲杯嘢，睇下電視。你試下，如果你忍到1個月，七婆，你間屋會少咗80%爭吵。如果你忍到半年，你嘅仔女會開始主動同你傾偈，因為佢哋終於覺得嗰間屋係安全嘅。呢啲唔係我作嘅，係我眼見好多家庭真實發生嘅轉變。有個老友以前日日同個仔嘈交，嘈到個仔搬走唔返屋企。後來佢聽我講，收聲，唔好再理個仔做乜，淨係間中傳個短信話掛住佢3個月之後，個仔主動約佢食飯。而家兩父子每星期都見1次。
你話乜都冇做，淨係修身，竟然有效過你講100句道理。因為修身本身就係一種尊重。你唔出聲，代表你接受佢；你唔鬧，代表你信任佢後生仔。最需要嘅就係呢兩樣嘢，接受同信任，而唔係建議同教訓。你可能會問：如果佢真係做錯事呢？如果佢真係行差踏錯呢？我話你知，你越早放手，佢越早學識負責任。你一味攬住佢，佢一世都學唔識企穩。我記得有個讀者話佢個仔30歲啦，仲係成日問佢攞錢，佢唔知點算。我同佢講：你即日停晒所有資助，叫佢自己搞掂。佢話：但係我驚佢捱唔住。我話：你驚佢捱唔住，定係你接受唔到自己冇咗被需要嘅感覺？佢又靜咗，然後承認原來係自己唔捨得放手，唔係個仔唔得。呢個就係殘酷嘅真相。好多時唔係仔女唔生性，係父母唔肯斷奶。你享受被需要嘅感覺，你享受做犧牲者嘅偉大，你享受向人訴苦時嘅關注。但呢啲享受全部都係建基於仔女嘅痛苦之上。你繼續咁樣落去，你得到短暫嘅滿足，但失去嘅係仔女一世嘅快樂。呢條數你識計啦。我成日都話，做人父母最高境界係做到一個令仔女自豪嘅人，而唔係做一個令仔女內疚嘅人。你活得精彩，佢哋自然以你為榮；你活得委屈，佢哋只會覺得欠咗你。你希望佢哋覺得欠你，定係覺得以你為榮？呢個選擇喺你手上面。我而家80有幾，每日都過得快快樂樂。因為我從來唔會將快樂建基於別人身上。我食好嘢，飲好酒，寫書法，見朋友，日日都有新嘢玩。我唔需要仔女陪我，佢哋反而成日想約我，因為我好玩，我有趣，我唔煩。你都想做一個咁樣嘅老人家，定係做一個成日等電話嘅老人家？如果你揀前者，由而家開始將你嘅時間同心機放返喺自己身上去學一樣你一直想學但未學嘅嘢，去一個你一直想去但未去嘅地方，約一個你幾十年冇見但掛住嘅朋友，買一件你從意但一直覺得奢侈嘅嘢。你對自己好，仔女先會對你好，因為你教會咗佢哋乜嘢叫做值得被愛。你對自己唔好，日日委屈自己，仔女只會覺得原來做人就費咁係咁慘。你想佢哋第日步你後塵，定係想佢哋過得更快樂？答案好明顯啦。好啦，今日講到這裡。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有啲道理，記得訂閱呢個頻道。我哋下集會繼續傾點樣喺煙火氣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快樂。誤個訂閱掣，再焚埋旁邊個鐘仔，我哋一齊修行，一齊嘆世界。下集見。